吃吃看有没有嫩。这个不行啊，地瓜叶怎么在上学这俩就脱给哦。哎呦，厉害了，真的厉害了。对呀，我自从主持了这个这个节目后，我就要去看那个《本草纲目》。文成哥去做那方面的条路啊。 他警察退休，警察嘞，老几做这拜托。我想起我爸爸大概做料理完成，不管给男生啊，因为是哎呦哎呦，爸爸团平开这个节目嘅。哇，这太浮夸了啦！但又马开盘的，这是阿拉丁神灯吗？哎，神灯。这个下去。哦，那是电热潮。移动酱，你有看？辣椒。我想说你在划什么词碟？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看住屬於田中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分享薯塊，一家之主。你真的很激動。哦，也蛤嘛。第二季要有一些新變化，矯情。就像我們的師傅也變胖跟變瘦了。我沒有說哪一筆哦。我說你。哦，我是變胖。對，變胖的部分。就是大家圈款的出來啦。對，好啦。 我不要再虧你了。總共呢，今日來到美麗的3年，先來分享到今日的評審欣賞，提前分享到的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你好？然後分享到的係青樂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。寶妹你好。哎，現在大家都掀起一個模仿潮，是不是？對啊。阿鳳妹你好。好啦，我來分享到今日的慘水站。今天我紅隊這一組呢，是我很欽羨的黨，這個 partner。乾爹乾媽？妹，他們是這個父女檔。哦，超好的。乾爹跟乾女兒。沒有啦。好啦，等後會感情啦，這爸爸老妹叫來參加，就非常多新健哥、劉元蓮、朋友。朋友。好好，跟爸爸來聽他參加。看起來感情是動。對啊，而且元蓮很像白雪公主哎。對啊。好漂亮。好，你係分享到係咱出梁公婆哦，古溫聖老李樹然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哇，也給元蓮啊，爸爸，你用啥去做那方面的條路呢？爸爸都公家機關上班。啊，元蓮呢？韓國嘅託書。還有啥哦？幾多年資？88年資哦。哇！我不應該主動問起年紀這件事，我還是好好問說，3年有冇該好高好了好實的咧？我來3年做龍亭團劇，我都來看嘅真賢茶山，我都來上3年嘅雕刻，係雕刻片。對，而且最近有東風嘅 rail bike。 睇冇嘅，講講嘅去嘅方，鐵路腳踏車。對，跟我連愛去哦，都行會先用入住文嘅，要先 booking，而且很難預定。這麼火紅。啊，本身夠啦，收眼機，我老太家手機係3年啊，到尾還有乜嘅好高好了好實的嘛？給建中國小嗰邊有3D 彩繪。哦，對，東高。很高，給到尾有一個3D 彩繪，我跟你說，來到尾很多給到尾都東陽會跌倒。為什麼？太漂亮了。 我眼寬漂亮成這樣，真的，而且又懂點。對，那些小朋友啊，而松口以前就會爬這個好漢階梯，很厲害，真的懂。很漂亮。反正呢，3年後真嘅唔是我講啦，各位觀眾朋友應該咩都呀對呀懂了解太多有名嘅景點，然後好食嘅東西嘅，來看一下今日食材係乜嘢咯。好，來到3時要食嘅東西係，哇，地瓜葉番薯瓤。不對。 這叫做嫩嫩的番薯葉。哦，嫩的，這個超嫩的，你看，這個剝一下就知道了。來吃吃看有沒有嫩。這個不行啊，地瓜葉怎麼在上學這倆就脫嘅哦。哎呦，厲害了，真的厲害了。我自從主持了這個節目後，我就要去看那個《本草綱目》。因為被學姐害。我一般那都是直接切到嘅。啊，就分享到今日咧。 菜體中番薯也俾熬熱，分享到嘅係聽桃妹阿姐分享。桃妹姐，大家好。哇！你們帶安獎在旁邊。沒有。來。昨天告一下抬槓，怎麼種這個番薯加長啊嫩哦。呀吼，忙種之前吼，一上嘅大雨嘅，就將個牛絲也所得，皮絲也所得。 放落去，以後再改張裝潢的，改張裝，當腳只有番薯也複雜。哇，
糖啊，比我种的复杂。不是我就是直接拿地瓜，然后放到保特瓶里面加水。哦，你那个是小型的啦。椰味老番薯葉係不同的。哦。佢喺本科例要係也係專門食椰味，呢啲咧番薯係專門食番薯嘅。哦。啊，今年要帶來某個好食嘅東西哈，要帶來一本大家分享嘅。誒，冇啊，就大番薯有咯。呢個臭嗎雞啊？誒，梗要通變咗，梗係聽要教人哋凍落去咧，是原味是嫩嫩的番薯有冇？大家全要納豆咧哈。有。好吃啦。很嫩哦，哈。當然咯。好什麼？好吃又酸的，會小米，小。本身哥，你知道咧？好吃，挑油的味道啊。小亮姐咧，非常好吃。今日呢，就會拿兩個樸實無華嘅嫩嫩的番薯葉嚟做變化料理，誰來進行挑戰咯？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第一關呢就要用番薯葉嚟做變化哦。先來看下馮翠帶來嘅料理係乜雞？番薯五餅。番薯五餅。我要澄清一下。唔係番薯五餅哦，唔係五餅哦，係五餅。餅哦，餅。番薯不是那個馬雞肉麼呀？哦，呢條係做餅。我咱隨今會做嘅料理係麻油嫩番薯葉。大家馬上聽下啦。炒啦，係啊。好，兩組都有信心嗎？有好，所以進行挑戰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了，向下走。我們這真的很厲害。我們把這個番薯跟母子檔都請出來了。該談嘅名是叮咚厲害。對，黑馬莎。來看一下。來，你看，我們把番薯的母子請出來，請我們的雲林跟大家介紹一下。番薯啊，首先邊個來就係邊個來。那兒子呢？木棍放在河咧。哦。對啊，有沒有？你睇上講咯，該高啲出嚟買棍上棍咧。棍。紅嘅書尖是切果哦。叫做餅啦，係冇？餅。來，我來。番薯梗係要脆過嘅。兩個油，我跟大家。呢個油製作的，因為兩面加油嗎？誒，佢唔是，呢個油多，因為要揉一些油較緊條。兩豆。大家切。七巧豆是做的，七巧豆。好。然後睇下夠厲害，雲珍。雲林，她的名字我太好記了。雲林，我跟你說，佢係我學妹，電台嘅學妹，而且呢，佢他做嘅係乜嘅？餐飲的。兩位老師請我們多多指教，而且呢，我本學生鼓勵最後一方式就是給他肯定。我們超肯定好。對，你這樣才能做育英才，培育下一代。鼓送安用第二樣嘅本身。係咧，好，對。雲林我鼓好吼，大概。而且你看，我一直很想問勝興爸爸，細細都不看，你有會煮菜誒？有啊，佢都讀餐飲科，佢都有kimchi讀一科。哦，有kimchi。高中家都讀嘅餐飲科。那爸爸就有福啦。雲林估一下兩個哦。好。羊扒會漏掉哦。注意啊，咧注意啊。這會老掉呢。這水會重勺嗎？唔會。你估一下兩。好。我再看一下啊。間諜情深。哇。我看得出來家裡的分工了，永辦，對啊，是不是？對，你們家的分工應該很明顯哦。本身講係做哪方面嘅條路啊？他警察退休。警察咧，攞佢作咗拜託，可以打敗都當廖少吧？退休了，摸牌。可以現場逮捕嗎？所以你該係檸檬汁係嗎？對。該什麼作用哦？讓地瓜葉唔好按叫糊。黑黑保持翠綠啦，係啊。哦，油豆應係加油啦，他們是加檸檬，都是一樣的。蒜的東西啦。我覺得按用洗落一個梅是會變嗎？不會，它不會揮發掉，不受影響。哦，係嘛？有冰針麼？有冰酒麼？要鹽巴。鹽巴好。一湯匙嗎？好，好，等
等一下都注意啊，注意水啊。好。哇，厉害的呢，厉害哦。所以给鲑鱼已经落去诶，鲑鱼中落去的，是煎好之後，然後切油油的嗎？個挑濃聽根據我的了解，这该不会是雲林影像出來的吧？係嗎？俺想出来。是學校教的嗎？唔係，哦，這個想出來耶！你要偷走真係有厲害。厲害耶！我有點感動哎，尤安勇的學妹，尤安勇後生哎，真的很想試試看雲林料理，雲林所謂料理。你讓他講笑話等級是配合天氣啊，要老給聽變了。唔是，不是啊，他等一下會慢慢變化的。我們就看，而且爸爸做的有手感，有。而且吼，我看聖心爸爸用中來勇敢通。我想起我爸爸大概做料理不還是不管對男生還是會生氣。哎呦，爸爸的款開特別顛覆嘅。對啊，全部係營養嘅東西，番薯葉、高葉、番薯係清營養嘅。我嘅款呢啲，佢就準備一隻卵呢，我做乜嘅用啊？攪落嚟家都唔啱用，就係濕濕噴濕，係。寶貝通睇麼？啊，雲林啊，應該都有個玻璃錘，怎麼做？那係擺盤呢。擺盤。哦，我看到美乃滋了，有。主要係高麗菜並大蝦係啊。做嘅大蝦。切絲係嗎？梗係調咧。兩位廚師還讓講，這是我們雲林研發的料理。你要等會後期研發，記得下一次安菜名都雲林料。下面要 credit 一下。好，對 ，credit to。做得好幾耐啦，做得好幾耐。大家可能冇見到。這個沒有見到，這個沒有翻到啊。跟按個煎盤。這個就叫無間道啦。好，時間咪到啦，時間咪到啦。雲林的後生，真的是雲林的驕傲。真的，雲林，真心的驕傲。我吃到外头的比剪刀油擦看到用哎，是不是要有油？這個可以擦嗎？油是不夠。對。等一下這樣不用。夠等一下哈。即反面點啲就。要油壓嘅，來。問題點油？跟火未做得合體添咁怕。我覺得應該要120。120差唔多哦。好，我這個紅雞片咯，嗬。哦。有呀。哦，同好咧。番薯粒同好咧。哦。倒進去。哦，那個倒進去。哦。哦，要給番薯要討論。是按用時候咧啊。啊。剩的還要嗎？剩的等下用湯。那還有一個醬料係嘛該？油蔥的啊。油蔥。你是要做2道菜嗎？對。兩種冇強嘅。2道菜啊。直接把款到內邊吼，用個10分鐘做2頭菜。很厲害誒。啊，第二套嘅料理是唔是該馬亂係哦？對，洋飯一樣。你這該不會是子母菜吧？係啊，子母菜嗎？哎。冇，你是按用到一片餅料，一片餅料，好嗎？啊，太極。哎呀，啊，變太極啊。變太極呵。好。就變地瓜太極。啊，除了個油蔥啊，個筍條啊，嗰啲係嘛嘅？醬油，調油膏。哦。調油膏，係嘛嘅？有香油嘛？係，該咋？其他都。哦，為了東想就像個馬卵吼，炒個時間會像個鹹卵，它的那個也會起泡嘛？唔會，煮熟嘅，幾熟嘅，幾啊本身嘅本體嘅。剛到了。哎，你今天會做太極哦？今天啊，2道菜係嗎？按用時候。2道。講話你生唔拉爆係嗎？來這個。好，好，我再紅雞片好咧。好。好漂亮。哦，哎，該鹹太高溫，爸爸。低一點。 240，怎麼突然變240？ 120哦。可是這很漂亮吧？我用叉長會好些的。那等一下會加什麼醬嗎？美乃滋，嘿。因為這隻餅要嘅盤嘅蛋糕，即係唔嘅玻璃菜，嘿。因為記得嘅番薯條片就同過咧，所以他們其實裡面都是熟的嘛。全部係熟嘅呀，番薯葉也係熟嘅。鮭魚沒熟嘅，鮭魚也係熟嘅，所以煎餅上色啦。之前看到幾講我加3文落去啊。大家可能冇見到。這個沒有見到，這個沒有翻到啊。跟按個煎盤。這個就叫無間道啦。好，時間咪到啦，時間咪到啦。好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會吃看那鐵罐內部卡米西卡好食嘞。
完呢，拿了个番薯鸭肉之后变发，两家都发比都极致。看一下我的，哎呀，我番薯鸭做对做都扁耶。对呀，懂厉害。而且等下你吃下去会有惊喜，等下让秀媛姐跟文正哥的团看。好。好吃，好吃都不得了，而且有剪都叉叉。主要的米头都给，还米小米都要煮好。还有美乃滋，有番薯奶都要冻香。冻干米哈。秀媛姐有团到有吃到嘛个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吗？真的好吃。有吃到什么吗？除了番薯鸭老番薯以外，地瓜、美乃滋，它里面还有加提示你，还有一种小鱼干啊，鱼蛋吗？3分我们有放鲑鱼进去。是啊，这就动厉害，真没想到。我感觉个番薯哦，吃起来个感觉会甜的。不过食到3分来吃之后，还会咸甜。对，很棒。含甜的米豆，然后它的口感里面，因为全是嫩的，那个包含啊，然后跟番薯全是嫩的。不过那个地瓜叶有点脆的。超，你们要的欧诺都爱用，我真的排斥老公。其实这道菜是我们云林发明的云林料理。云林料理，然后真的是云林的骄傲。真的，云林真心的骄傲。还是一个老话一句，如果真的要讲缺点，就是他准备太少了。对，有一些这种时候，因为是长哎。好，来分析蓝水嘅料理，爸模式。我就係做两血的哦，双拼哦，两种全会血豆哦，一种算是用拌的而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还有个油葱的小米。那人家小味。我们秀媛姐哦，今天系特别荣幸哈，因为那个我们一般的那种拌油葱啊，还有调酒膏和外不会食得多哎，跟米线。不过这个批卵哦，可能就好少嘞。比较少吃到这样。我喜欢加油葱哎。我小米什么都呀，加油葱仲好食呢。真好。好。因为油葱喺牙出加做哎。你是加做诶，其实加做诶油葱了。所以难怪你抓得出它的比例，宋丽怀。好，3點下來呢，就來半評審欣賞來小李咯，先來半盧師傅搶半書。你也不多等2秒。你投給雲林料理了。好，兩下望一下啊，鳳耶！怎麼辦？破例士大人會把我們抓走嗎？不會，我們講評給他聽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後伊啲兩邊當傳統的往前去咪當好水，但了後是政策都去創意的放棄了，放出來兩樣搭配，又當到的層次都地位度，中間呢還有是到地瓜葉用的分量嘟又含有血豆嘅地瓜葉梅頭。你看盧師傅講到安好雲林的笑容我都沒看到。我係啊，可能我講來講幾多唔少啊。我係上班後啊，有個朋友嘛，前兩間該要焦黃，我拍到食到袂糊，唔過唔會哦，呢邊都下會當好食安樣嘢。兩片，其實我這道菜我2片加起來是好咧，兩隻肉我係感覺係加油蔥酥落去炒。皮蛋加油葱酥，好講，那個筷子幫我拿。攪是好嘅啊，所以我半2片。好啦，好啦，番薯葉呢可以用簡單嘅食材，見咩做得做動作，有創意嘅變化，睇起來都不卡在吃做困難。3點下來呢，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帶來馬自個料理嘅教大家咧。中埔素滷菜。好。今日盧師傅帶來料理係乜嘅咧？今日做嘅係番薯熱浪湯。為什麼？天意暗熱啦。我哋做要浪湯，不如就不要做湯了吧，太熱。等一下你是啲嘅，是啦，係。好。你先就係今日要用嘅咧，有奶油、蔥頭、蒜頭，還有馬鈴薯，還有咧牛奶、然後鮮奶油。冇強濃嘅。好，層次。這是你今天的盤子嗎？冰塊耶，我幫你拿。重點咧係等下是在做冷湯，當重要嘅東西。好，所以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要先來煮咧馬鈴薯，要咧蔥頭、蒜頭哈，80度，輕輕的炒着做咧。小火。
因为奶油的发炎然後也下袂受火辣，所以莫按燒。哦，大家有問題有問哦吼。係咁樣嘅嗎？你做出嚟係咁樣嗎？係。係吼，哦。炒太劇還有嘞，應該有點煙霧的，有煙霧的感覺，有先進的感覺。但是真的先進了，對。我們係另講吼。咩？你叫問題？問題乜？馬鈴薯唔是泡水哦，不是會變黑嗎？有啦，你睇下有進水了，用個鞋子沙沙來變黑一頭嘞。我問一下雲林。好，雲林，怎麼才會進水？不然會變黑。一點點香料。哦，還沒有軟就先加嗎？等下會加咧高湯海煮，是直接幫你煮軟，這樣子做得嘞。因為今日咧馬鈴薯是係取代我哋嘅枋粉，你冇枋粉，就本佢話要高高時嘅。哦，馬鈴薯，好，水海煮。啊，一抖兩下吼，先係燒燙誒，那你的浪燙很有可能待會冰塊也變冷，你就沒有辦法做浪燙。等下你是第二哦。哦，這個應該先燙飯出來，燙好然後等下火幫你顧這碗水，全部都灌起來。添起來嗎？唔是變會滾出來，變會滾。誒，你還唔是加油哦？唔是，來，讓你吃好嘞。要幹嘛？冰鎮，就會增加我的這個的醬。所以冰鎮也不會變黑，是這個道理嗎？我們會變不。因為我們剛剛沒空沒空。來動手啊，生意哦，來。哇！有阿姨。我好羨慕這些飯書仔吧。都在緊變水哦，都在緊變水哈。第一次那麼羨慕地瓜葉。做嘛有分兩種啊，牛奶撈加鮮奶油。口感唔同，牛奶佢好水嘛，跟住等下調個比例啊，最主要鮮奶油要厚實嘅口感。嚟變下魔術啦。哦，挑好咧，要準備好咧，你阿是本去煮軟咧，好煮軟咧又不用啲調味料啊，但是中間係不用冷，所以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哋煮好誒，不用冷誒，所以加飯煮啦，等下不用到啲機器啲袂煮。師傅，係，啊應該還冇講到該調味要幹嘛嘅東西啊？自然胡椒粉就做得咧。哦，這樣就好。哦，你緊講愛冇法度灌火咧。哦，做得啦，各位灌火咧。趕快灌。OK，灌火來。因為有啲機器不用太大，不過有啲調理機啊，某些果汁機穿走的。這樣好了，雲林，你來這 VIP 位置，因為你是我們未來最有希望的一位。來，這個只是觀賞位置，不是主持人的位置哦，會搶走。你們衣服是故意選一樣的。強用嘅。哦，雲林你是有心機的。是有心機的哦。咩？早就準備好了。哦，你要加落去強下攪哦。嘿，攪，然後來。鮮奶油，我幫你顧着這碗水。那這個比例是鮮奶油是好滑順，就不用散通機。啊，牛奶先未用不用散通機，但是等下調料是會加牛奶。哦，好，你要先表一下。cái口感會看你咧打出來嘅好比例嘅問題，因為係是好料，所以用cái牛奶咧都變好少的，試打一下。哦。啊，你站過來要問好問題哦。哦。修演技有問題嗎？還是你要來 VIP 位置？你而家 key 啊，先看一下。安尼寬啊。差多咧。看以後是凍控鉗嘅師傅咧。從嗰啲講嘅蔬菜嘅精力湯同樣嘅，如果打好面的，一個食物會好醬。一般嗰啲好葱條細寸的用嘅係用啲菠菜，菠菜好凍。哦，所以你的想法靈感係攞菠菜，你我打到看唔到那個飯酥雜嘅。效果可能有啲點顆粒。因為成樣呢溜到地背咯。我要冰山咧，唔是找個冰咧。所以放這個是提味嘛？提味增加它滑順度，然後因為你燙條勺是冰到牛奶不好鮮啦。係，多凍醬不會聲音。哇！這太普通了啦！但優媽開盤的就是阿拉丁神燈嘛。神燈。3、2、1，哇！
要不要帮师傅倒？好。那我可以问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吗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吃呢是从这边，对，直接像吸管一样那样喝就可以了。真的？对，这特别设计的。哇，这个杯子有什么正式的名称吗？有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阿拉丁杯吗？可能跟那个大象有关系啦。还是瓜牛杯？好，没有，它这个叫做吸血鬼杯，他们的名称就是这样。好像不是取得太好。对啊。啊，赌王要中吗？等下，你是第二，还有又该诶，你不还还有哦，装饰一下。而且我发现，那动物哦，该怕该棉花糖吗？拐啊。对啊，那个干冰的啊，干冰哦，这个滴滴呢。哦，你还会要拉花哦？你认真吗？可以帮我们弄一个金钟奖杯吗？走的。谢谢。等下他说用想象力。用想象力。所以这个只有上鲜奶油才会浮起来吗？像牛奶的话倒下去，牛奶就不会。鱼饲料吗？芝麻粒。这个就是投币10块钱就会掉出来的嘛。辣味芝麻粒。辣味芝麻粒。哦，大家可以哈，要辣的哦。辣的啊。这么个咖喱啊？要红色的呀。像小时候玩的 BB 弹。你看看表面了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等下要喷烟哦。真假的？刚看好，要抖出。哦，抖出吗？3、2、1。哇！我可以站在它的那个顺风车，这样子干冰，因为它浪痛，所以不可以呈现有点浪的感觉样的。哇！然后饭酥的浪痛，安永去后 C 喽。师傅做呀个4个料理越来越不应该想唔到哎，你们看两个料理冲都现金汹涌啊！我觉得可以开始唱歌了，我就唱歌了。可以，我哋葱头村那都有东西，像半酥啦、葱头啊、马铃薯那种。等一下，随手可得。这个干冰一般人拿不到。拿不到。走对了。你该买个冰块的，该种点来门之外，有咧干冰。还有买餐具的，其实又买了杯啦。也差不多亲得到啦。什么蟑螂杯吗？吸血鬼杯。吸血鬼。现在处理好题目噶，莫是等下那个喷烟喷到摸咧。好，嚟个哈，嚟中间尽量少食了饭酥热的，哈 A 是筋骨唔好的 ，B 是肾病患者。马上采签。那马上好，男人的对决，剑斗三条夫。什么？好来，温线台购 A 啊 ，A 也还 B 嘞 ，A 还是 B？筋骨唔好，也还这个肾病嘞。B 好 ，B 啊，感觉是肾病患者。我们是用猜的吗？对啊，可能啊，确定啊，哦，你答对。你用猜去熊发吗？A，你们是想选 A 还是被迫选 A？ 我们就是要选 A。对。好啦，看一下，到底答案是 B 也是 A 呢？答案是 B。做嘛解？因为你饭酥热的甲冻过，所以有个通尿像的哈，还有水肿啊，或是血绕啊，了就肾脏疾病的患者啊，哈，尽量莫吃了饭酥热吃到强度。张国谦，你不能吃过度了，不要过度了。因为他有写那个第一肾亏，第二是那个我是肾强，水肿的部分。好嘞，这样想起来，甲状腺亢进的人每次可以下一步来。是不是有多的啊？有的，多中间这一杯啊！对，你走在谁的啦？来，干杯！等一下，好了，我们要干给他们看。好了，来，干杯！好了，没关系。你那多2杯怎么办？款死猴嘞！还是刚才那个云林有帮忙倒哎，真的哦。可以给他1杯吗？
好了，走的，谢谢。来。那没有，我们试一下，是不是还分抬个款？吸血鬼，吸一下。哇，哎，好个，好神奇哦！吸血鬼，吸血鬼，那还有杯啊？来，一人一个，干一下。吸不起来吗？哎，我们吸耶，我是都拉一下，小狗用刀的啦，倒下去。涮那个面包，马铃薯的米汤，狼哎，为什么？对，吃到的味道，有点像那个刷那个烤面那个吐司，对，大蒜面包那样。大蒜面包，蒜香面包，蒜香，感可是我们有加蒜头吗？有一点有蒜头，应该有蒜头、洋葱啊，洋葱、蒜头。那它就会全部供不爱1、3年糖，对不对？除了该饭出了该木西哈，那我们还可以吃到那个 nail， 就是那个鲜奶油，很浓厚的木西。好，聊出了嚟真嘅呢，係讓大家師傅呢經驗。哈尼牌睇下都有製作困難，唔多你殺下來經行最杯米館挑戰咯。我是太總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分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杯米館，我嚟教你就會料理接力賽啦。挑戰的就是主持人。你要偷菜，为什么？非常在行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大概每2、3天就会吃一次，而且是我妈妈给我的。嘿，爱弟，是老祖母我强人哦，我强人啊。系啊，看下今天有祖马改。竹笋炒牛翅，2、3天就吃一次。真的，应该当一餐又是，当一餐又是，吃出心得了啦。那我来出棒次哎。好，你先来好嘞。我要派出云林。好，云林先来。云林。等一下，你手都改数字是？等一下，民主节的顺序。可是我们先猜拳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修演技，修演技，你该不会还在紧张吧？有啊。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。来，在这里。来，猜拳。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秀妍姐。好了，来，你等一下抽到的是我的顺序，来。我签最不在行的棒字是1到3。你直接拿，你有哪张？你要哪一个？你有哪一张？哦，哪一个？2张。好啊，2张。1、2、3。哪一类？啊。我抽的，不错。切牛4，还不错吧？谢谢你帮我抽走那一棒。对啊。对，不，你让我先一个。1、2、3。听起来。那个听一盖，听一盖，哇，竹笋炒肉丝，对啊，那你是要炒自己的肉吗？那可以切开来用。好，按照出后棒次沟，还有马上就来进行最波年一馆呢料理接力赛。料理接力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哦！现在开始了。好，我们来去校长伯间吧。听说他要切猪肉了。哎呦，切猪肉喽！可以。对，就这样。生意熟哦。你的手掰着头。生意对哦，哈。唔怕，因为吼，两种选系猪肉，一系猪肉，两系猪肉，中哈式。应该系猪手。那么猪手。等一下吼，我们还要再把它切细。对。切对半的切细。嘿，你有卤嘛个东西？豆油，然后就是这个米酒。嘿，还有咧。冇嘞哈。挑木的水木的。好，然后变面。好，等一下变面然后咧。笋来切嘞。两片的笋都冇可能啊！两片系纯皮的笋呢，系嘛个笋？要黑马竹笋。竹笋系嘛的？贵竹笋。贵竹笋。平常时都不卡，还爸爸煮出来。嘿。妈妈上班。妈妈上班。好好哦。还能嘛改？还能呀？好。你会觉得你要找男朋友跟丈夫要请穷爸爸很用的吗？嘿啊，真的不是场面话。真的哎，爸爸糖豆耳吼。有啊。有听吗？有啊。听到唔会讲话。有爱心。准皮的东西冻碰牌呢，还有嘛个东西冇切吗？梦蜜芒切，还有宁宁。你先切那个红萝卜跟木。生意素。
所以细细时节，迄爸爸教唔做出来，你还唔会都转来教爸爸？嘿，俺都从还好转来教爸爸。嘿，看好好吼，而且呢，做料理是一种做得培养感情的好的方式。把那个肉腌腌。很有時間吧，很有時間吧，走。教育之后嘞。很神奇吼，是云林在教爸爸的。好，我们待会来哈。孔盖片好嘞哈。哦，你是第二潮。一动酱你有看？辣椒。中到了。我想说你在滑什么磁碟？讲 rap 的。熊眼灯啊，熊眼灯，熊眼灯，什么熊眼灯？眼灯咱们会打松。弄的会留着。因为上面刚刚我们直接切刀。哦。天哪！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一根竹笋剩多少？哎，不论是谁啊？对半吗？我们是要切怎么样？条哈？切条的。先切。这个刚刚老的要先切掉。这个老的。不是。大姐又没了。国谦，你真的浪费太多了。先切片。像这样切片之后，像猪肉这样切。好。先片，然后。你的意思是，嘿，你把皮撕好啦，你不切啦，应该还很容易挑。我先去准备。好，你先去。好。小人眼灯啊。好。生意哦，4、3、2、1，第二棒妈妈杀，第二棒。好，你来切。那你还手动油诶，动油哈。但是切的还可以吧？你看。走对了，走对了。又挑哈，又变厉害嘞。每2、3天就被打一次。嘿哦，都厉害，变厉害嘞啦哦。要用半切哦。哦，先切片，然后切细哈。像那猪肉一样。好，我就孔盖片了哈。好。啊，恭喜炒了哦！蒜头跟辣椒下去。你知道吗？云林都在我旁边很细心的教我。有糖多。有我卡狗就会狗，还有张老鸭不用捞皮啊。哎呦，有拉吗？全部。好。而且云林懂会做料理，烘焙比较有兴趣。烘焙哦。会懂西安呢，摇一摇这样。好。他在教我哎，好好哦。学妹教我。然后炒这个下去。哦，你是第二炒。动酱辣椒。中到了。我想说你在滑什么磁碟？讲 rap 的。全部捞开啊！你们那有线录狗黑吗？有。你们录什么？录一家自己。哦，头油捞。米酒。哦，那我强融啦。哦，那强啦。好衰哦！你们那应该没自家切的哦。当然哦。我手刚刚没事咯。怎么办？搞不出法呀！我觉得云林太辣了。云林很辣。翻炒的感觉。哦，翻炒的感觉。要翻，要求学姐翻锅。学姐在学妹面前不能丢脸，他们俩都我学弟跟我学妹。厉害啊！翻了！哦！味道咧，学姐免职啊，学姐免职动种了，还帮你那个慢动作这样。手快扭着。手很。好了，先不炒一下。熊辣的，熊辣的。先不民族节起给炒一下。好，我哋先孔盖片哈。哦，先开火吗？哎，昨天先开。开个时间昨天先别个芒切蒜头了，对啊。系啊，体感已经马上了，摸切的。哎，我先切个录一下。爸爸昨天现切的呀。哦。那昨天先炒嘛个，先炒嘛个。我来接。先煸吗？你下总得放的。先煸嘛个。先切的。先煸嘛个。刚用了先煸啊，用吧。切丝吗？整个切丝。你声音走哦。刚用了先煸吗？我切片哈。切丝啊。切丝跟它们形状都一样。可是。跟没重点，好的啦，不用切了那个。不用切那么多。对。我发现我们秀媛姐快把竹笋炒肉丝拿出来。你爱炒嘛个？你爱炒嘛个？先煸用，是要先煸用还是先放猪牛？这个呢？煸猪牛啦！我知道你在提想哪。对了，猪肉要先。你先煸一下哈。一三一走，一三个煸。你们两个先闭眼睛，你们先闭眼睛。
你斜切就斜切，不是啦，对啦。不是说闭眼睛。好，昨天闭眼睛哈，5、4、3、2，好，時間到哈，230，好，係，咧啊，好，先幫佢別一下。我都星空改片好啦，好，我呢度咧見上去做咧，見上咧，過啦。我现在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修身养息。哦，我在让自己放慢速度。你也在做冷汤是吗？那慢慢的甘速度做料理，黑讲一级别发做不是好料理。有。而且我们等一下还有第3棒。所以我决定要先关火。大嘴故事哦。对。等一下，你摸表咱的機會。摸。等一下學姐會輕易翻鍋。對。雲林，我東西我問一下，這一道料理怎麼會放拐絲嘞？有點提味的味道。哦，應該不用全放，對不對？不用。但是拐絲是不是要搭配姜嗎？才會好些的。你需要我們借你一點嗎？係嗎？有嗎？不用。不用，因為好，提上沙了，提上沙馬沙。第一道草藥就要爆香，就要放。我現在沒有放香，就好。提上改，提上沙馬沙。雲林係。好啦 ，key 好哦，準備要炒菜咯。我先幫你看。等一下，忙。最低温。助跑，3，助跑。好，會席。我要放。我等下會教。看雲林煮菜，我覺得很，那種就是因為他很確定第二周嘛該，然後他又很冷靜這樣。對。他只有剛剛在助跑的時候比較激動。對。乜㗎？我想問一下，因為我前個福卡煮嘅竹筍炒肉絲啊，係用貴竹筍，可是我們那邊用的是綠竹筍誒。都做得啦。食起來就蠻冇共同哦。筍嘅口感還係有點正差啦。整個哇，整個比較進去。哇，他用嘅就我卡自家煮嘅是些咩蛋腸用嘅調酒誒，還有加醬油膏。你做得？吃康納米頭。那感覺唔辣蝦毛，唔辣，唔感覺係啊。我看它顏色好像。再試試看。對嗎？可惜嗎？可惜啦。好，那個就先改片咯。好。哇，2片哦。哦，我跟你講，接力賽的時候最後一棒都要拍什麼？最快的。這是我們班最快的。前面的。哇，2片姜啊炒呢！哇，這才是媽媽的樣子。對啊。是剛才有滾博謙耽誤到哦。有啊，我把這樣講出來。沒有啦。好辣。哎，怎麼個尬熟呀？才煮得熟啊。哇！都不怕做出來一點樣嘅感覺嘅，切用下來。咁樣應該差唔多咧嗬。哇！這個顏色就戳。落個腰加落去。個筍絲又腰，這樣會好食。哦，時間差唔多咯。我想問一下，我們這個竹筍炒肉絲哈，因為摸調油夠，是不是醬油加一點點糖？沒做得啦。對。時間差唔多了哈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吃康納水杯米館，那一部卡張系列太中福咧。第二個竹筍炒肉絲，兩家呢都有無窮嘅表現來吃康納，而且連竹筍都無窮用哦。你這種係貴竹筍係哦。而且我們有加怪絲哦，還有客家的經典，就可以來給切點菜。加一怪絲真勁懂體味啊！怪絲嘅甜味，什麼米湯，還有摩耶米湯。文成講你吃到沒有？很辣啦。啊，挺辣的。有一些辣哈。文生哥降辣了哈。你就選那麼辣的老婆了。所以他辣夠了。對。啊，小然姐咧？他怪絲嘅米湯當香。當香哈。好。來吃換吃藍隊看看。好。我就最厲害哦。咁但係係竹筍哦，還有個豬肉全有煸到哦。個竹筍一定會食到哦，不然我們紋身大哥會攪出來哦。為什麼你自己講？攪出來？
叫出我早上才去割的啊。你去甲种诶？这个种诶，啊厉害，所以一定会是多。他们就动作就去，嘿吧，他出土不到2个小时哦，就入菜了。天气也做出来。哇，猪肉就比较多哈。哟，好吃，好吃呢。我们真的是，我发现你看哦，小然这样全部功夫好像害害羞羞、紧紧张张。哎，你看最尾结果嘞，绝地大反攻。没有啦。好吃。好吃。云林，你知道嘞？好烧的，样板猛出中诶，竹笋冬条。啊你龙沙几嘎感够了？不错，还可以。幸好有你们2个帮忙。啊，我们是小帮手，我们也大厨呢。好，今朝嘅时间到诶，竹笋炒肉丝，大家详细食到睇。唔过呢，各家嘅面试出来又有冇同样？先来看一下今日卢师傅抢本数。哇！我走的，聊下看一下。看着我们的下一代啊！哈！你看着一下文森哥的眼睛。波利斯大人。要等下咱讲哈。哦，阿斌哥先来。伊这个两片炒的出梅头蒜又加梅头，哎，你看正炒到了后是用了3青油海炒，啊，竹笋其实会加一点点油香好香样因啦。你要同人正炒到去是用按个你讲卖好了肉丝样因，是正炒到抹了3青油油脂样因，哎油哎。你看想法好，因为2片是正炒豆用版，2片的梅头差不多，是正炒豆应该配种用韩国煎下灶豆。放去食到含没有腻口啊，因为应该就是嘿，韩国煎下灶豆的时间就食到下爽口，应该食到是下腻一点。好啦，不过比赛就会按用啊。其实呢，两家的面头都正经喺动站台湾呢，而且呢都是做这种最家常的冲踢馆番薯鸭，也还竹笋炒肉丝，大家都加上出。不过呢，做在编发出自家不卡面头。今日比赛成绩风吹得到3分，男吹得到1分，恭喜风吹得到3000的女人加彩金奖学金来了。你一讲奖学金，他就开心不起来了。我告笨爸爸，吼，唔慢怕冷水没冻好吼，你看该下切东西来洗掉很方便，对不对？昨天用来掉给这个钛金钻刀具组哦，哦哟，算是送给秀媛姐的，纹身哥用不太到了。谢谢。先蒙。好，先来睇下新形態個呢一擺參加嘅閃地天動場，再老妹講下啦，心情暗好，老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擺參加嘅閃地。一擺人阿妹講下嚟參加傳承客家嘅種菜式，希望大家就用曬繼續傳承下依客家菜嘅味道，繼續傳承阿妹嘅代代傳代代，一代傳一代，安子說嚟呀學習。爸爸懂甜啦，吼，其實都搞出來暗好嘅妹吼，爸爸媽媽就是言教加身教這樣子。雲林呢一擺參加嘅閃地，老大家好好講一下，都難得咯。阿爸參加一個比賽。就是叫人動歡喜，希望下擺還有機會參加一個比賽。好，楊昌你繼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你下問一下吼，秀媛姐今日暗號吼，帶領老公上下來比賽，今日你嘛個感想做咧，老大家講一下。來參加一個比賽，也有學到新的菜。什麼安子姐？什麼？昨天是懂你的那個竹筍炒肉絲哦。我媽媽煮嘅好好哦。哦，問一下文森哥，今年參加就買閃地。當歡喜了參加啦客家天書台，家裡都是我老婆在做，我都沒有什麼。所以佢講係家裡的一家之主哈。對。好啦，恭喜！謝謝。非常感謝睇自家鄉下來參加，而且看到那個兩公婆也好啊，爸爸老妹嘅也好，即係一家人你最歡喜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講呢要大家留下美好嘅回憶，對你來講，你要行較多嘅學習嘅。呀，叫兩叔嘅感情真係安好啊！你看兩公婆吼，媽媽坐喺度，爸爸窮下來吼，表現一下你兩曬嘅感情哦。你看啊，爸爸坐喺大家妹兒來吼，代代相傳這個客家精神啊，所以動好嘅事情，所以日日報名參加一下咯。我們就一家之主呢，就分享睇自家鄉下來到節目當中來學習，來增加人嘅好感情咯。一家之主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